兄姐平安。咱即条咱来研今日的信息，第一首是信息第四首，信息第四首，天下万国，尽人着听。咱念第一节，即首咱定来咧念，天下万国，天下万国。互咱真大的安慰甲信心。第二首咱来念603首，603首。上帝做咱安全要塞。这首因为是老师歌吼，大家拢一个，因总听咧较大声的音吼，来，因为来。过来一次好不好？咱有用信心来念出来哈，来。上尾395首。咱来互相亲安，这咱真欢喜吼。咱有看到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有讲到，真侪就是因为嘉陵的天数越来越多吼，咱这点咱就会当真安心来指挥吼。但是有一寡防疫的标准，咱也是共款安尼吼。今日还是爱挂口罩吼。咱真欢喜，但是咱会当来到新年，咱有欢喜无？咱即摆时阵咱用互相来亲安，好不好？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好不好？今天我看到这个名哈，咱欢喜的事。
咱头一首的诗歌，咱的头一首的敬拜赞美，咱要来吟，我要来唱歌俄罗斯。这首诗歌是伫咱的信息308首，伫308首的边吼，有特别写着讲泰戈尔印度迄个诗人伊安怎讲？伊讲我要伫我的歌声内底拄着上帝，你有安慰无？第小等咱就是要用，将咱对上帝所有的感谢，甲咱对上帝得到所有的平安甲喜乐，咱就是要透过咱的歌声来学乐咱的上帝。所以祝福咱每一个兄弟，用咱的心灵所出欢喜的声、学乐的声、尊敬上帝的声，也透过咱的学乐甲敬拜，咱的心灵甲咱的上帝三斗阵安尼是好无？好，咱这点咱同齐起立，咱来吟这首。我要唱歌学来学乐。我们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一生的名。我们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的名。我们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继续哦，这个喜乐甲这个疼，要继续伫你的心肝内哦，吼！咱这点咱来吟，把爱传出来，将疼传出去。这首啊，咱大家拢会晓的哦。将疼传出去，传到地头甲天边。将疼传出去，无论风风也风雨。将疼传出去，传到地头甲天边。将疼传出去，无论风风也落雨。也爱分享，也爱分享，让共度快快乐乐传出去。也爱分享，让共度快快乐乐传出去。将疼传出去，传到地头甲路边。将疼传出去，无论风风也落雨。将疼传出去，传到地头甲路边。将疼传出去，无论风风也落雨。快快
前，来到上帝面前。就是咱是要唱诗篇89篇第1节的诗人伊安尼讲，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到伫永远，我要用我的嘴来传达你的信息到万代。这点咱正经有影，用咱的心灵来到上帝面前，就像咱拄则开始讲的时阵，咱要对咱的诗歌内底去甲上帝相拄，煞只。咱即条，咱要来上界要紧的，咱礼拜上界重要中心，就是要将咱家己的心灵给拍开，由上帝信心甲咱里底，将上帝的典章甲律律放伫咱的心肝内底。我想这嘛是咱亲近上帝上界大的较无，对无？好，咱即条咱用天真的心，将咱对上帝的较无甲唱出来，啊，对咱搁较一遍，咱伫礼拜中间，咱来日子，咱是属上帝的，由上帝信心引带咱，对伊的典章律律内底栽培咱，得到咱的渐渐的，咱会当得到渐渐的完全，诚做上帝的欢喜。互上帝学乐讲，咱有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好的果子。即点，咱用咱敬虔的心来吟这首。我的心是土地。第1节，咱先请仁和长老带咱来吟这第1节。咱同齐来。你的话是真情，在我心经不移，我信心我最。主被给心累累，只为到是真理，没有到的心里，心胸美丽。我心要到主心，现在咱同齐来祈祷。慈悲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是何等大的福气，会当伫个即个疫情困苦的时阵，阮会当得到我来到你的面前。哦，这是阮上帝，你互阮上界大的祝福，也是阮对会当得到属天来的智慧，甲安尼恩典。啊，阮伫个即个时阵较无你，也将阮的心意回应伫你的面前。阮出欢喜的声来学乐你，求你继续恩待你的仆人，就是阮每一个人，会当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律法的奇妙。主要说，你是阮的法度，也是阮的喜乐，也是阮的智慧。阮是你草场的羊，这条阮心清气恬静，要我靠信心来带领，开启阮驽钝的心，得到你一切的奥妙甲喜乐。阮敬虔摆咧阮的心声，甲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权能甲欢喜。百姓中的大叔啊，你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因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若安尼咪来到伊的面前，着用圣洁的装塔敬拜耶和华。今仔兄弟姊妹平安。咱三个来用信息来学罗上帝。信息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请大家起立用信第全首。咱同心按落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敬虔谦卑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来敬拜阿罗你。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你是独一真的上帝。阮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罗入伊的院，着感谢伊阿罗伊的名。阮要用恭敬的心来就近你，来听探你的话，昆读圣经来明白主你的旨意。有对主来的智慧，行伫主的道路。阮也要谦卑顺服伫主你的心意，亲像亚伯拉罕顺服主，成做大国，互主的名高举，互会得到极大的祝福。阮要感谢主的恩典，伫阮的心思意念甲所行，若无合伫主你的旨意时，恳求主信心来感动阮，互阮会当透过主你的话来行出主你所欢喜的真理、话命甲道路。伫全球的疫情当中，阮要看见上帝你有大权能来怜悯医治受感染的人，帮助世间人脱离大的灾害。阮也谨慎来祈祷，有主你所赏赐的智慧，互阮来做好防疫，来保守阮的性命。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的日，是基督新教路德宗的宗教节日，来纪念马丁路德推动改革运动的纪念日。恳求主来引带，合伫主你的旨意。阮也恳求主信心来引带，光照阮行头前的路，呼召阮认真做工，互阮明白有主牵阮的手，无论伫什么试炼的境遇，拢无惊吓，是伫阮的内心有真正的平安。
感谢主，阮将今仔日主日礼拜所有服侍的同工、牧师的讲道，恭敬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带领甲引带，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启应，咱即是来启应。启应文第49，以赛亚书第55章。启应文第49，伫信息的后面，启应文1089页。启应文49，请显着的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啉。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趁找袂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害人着离开邪恶的路。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阁倒转。你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嘴讲出来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画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违法清皮。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献诗，这时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你渺沙马古兄弟姊妹》，是一首原住民的诗歌。sama kumen suai asita todo do polong e conta papa teran ni ho Moi sama kumen suai
阿西达多罗河多河东，雷公达巴巴特安尼吼。感谢信国队美好的献诗，咱三个来恭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人书第8章第59、第7节。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8章第59、第7节，伫新约圣经177页。我来大家来看罗马人书第8章第5节，因为照肉体的意向肉体的事，照神的意向神的事。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神的意向是活佮平安。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得上帝，因为伊无降服上帝律法，也袂为降服以上。请大家起立来宣读《使徒圣经》对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对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讲道，这时请国神牧师来讲道。牧师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意向决定命运，请大家注心来听，将时间交牧师。各位长职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就是咱马丁路德伫教堂的门口搭出95条会当讨论的题目。这就是开始咱基督新教的改革运动的开始，嘛是伫开始咱讲新教，就是指咱所有的基督宗教。咱讲的旧教、旧教，就是指即马的天主教。当然，天主教毋是干那只有罗马教廷，也佫有东正教、东正教。这是因为后来有分做东罗马帝国甲西罗马帝国，有两无相款的国家的传统，到即马。上帝想互咱，因为透过马丁路德的改革，才有后来加尔文来继续宗教的改革。所以咱长老教会，咱讲长老宗，也是属伫加尔文即个系统落来教会。长老教会过去伫苏格兰、英格兰，拢有真实行真普遍。所以愿上帝施恩帮助，互咱的教会佫继续兴旺伫咱所徛在的台湾的即块土地。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天父，阮要住伫你的掌位内，阮住伫你所为阮安排的圣所，来
求上帝你甲阮三角同在，予阮行大正直，做事公义，心内讲诚实的话，予阮的喙齿常常讲话好款待人，嘛听厝边亲像家己。愿尊敬畏耶和华的人，阮的心袂摇动。伫后疫情的时代，予阮渐渐恢复实体礼拜，予阮会当来到伫教会的内面，来彼此相关心，嘛伫聚会内面。求上帝你是阮听阮献上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来求，阿门。因为马丁路德有即种的想法，伊讲为什么咱的教会过去的教会是圣经只有神职人员会当读，较早的兄弟姊妹恁拢无当读圣经，只有牧师会当读圣经。咱讲神父也是修士、修士、修道人才有法度读到圣经，因才有法度解说圣经。所以当圣经向解说摇出去了后，因讲恁着爱来买赎罪券，因为恁的罪真重，甚至恁的祖先若有罪，拢爱来买。罪愈重的人爱买较侪钱，安尼你的灵魂才伫天顶得到救。所以当迄钱落去钱筒仔内面、奉献箱内面点一个，你的灵魂就会伫天顶来得到救。各位兄弟姊妹，就是因为有安尼错误，过去错误的解说，所以有人徛出来指责。教廷，咱讲教宗，即摆讲教宗，较早讲教皇，为什么叫教皇？因为皇帝你要就任，皇帝你要成做皇帝，成做国王，爱透过教宗来按立，来设立。所以即主教，主教就有安尼的身份地位。所以这教宗。咱讲教宗的地位变成是安那，甲皇帝一样。所以过去咱讲教皇，有即个名称出来，这是一个无好的名称。所以演变到即摆宗教改革了后，天主教旧教还阁存在，继续持续。所以即摆渐渐缩小，煞变成安那梵蒂冈教廷，迄就是属于过去传统落来教宗的所在梵蒂冈。咱台湾唯一伫欧洲有邦交的国家，就是梵蒂冈，梵蒂冈。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经过宗教改革，咱的信仰依然徛在，信仰依然伫现在咧帮助咱。咱人的一生只有一届，安尼活伫一届人生的中间，咱会当成做基督徒，用基督徒的身份活着，这是上界大的祝福。所以，但是咱的心内若咧想啥，叫做意向、意向，就是今仔日透过保罗先生所甲咱讲，咱心意的倾向，咱心内咧想啥，咱心内企图，就是一种的意向。有人讲，你若无表明你的意向，我无法度了解你的心思。所以意向嘛是爱透过你的心内来讲出来。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基督徒的生活，会帮助咱的意向，搁较倚近耶稣。所以倚近耶稣，就是要学习耶稣的人格。学习耶稣的人格无简单，无一个人会当好好来完成耶稣的人格。咱只有努力学习亲像伊。顶一个主日甲咱勉励，咱爱学习耶稣的品格，耶稣的品格。所以耶稣的品格也是耶稣的人格。拢是咱人生学习的意向，这个意向透过咱的思想，透过咱的意念，甲伊画出来。使徒保罗甲基督徒定义讲，若无基督的灵伫咱的心上，咱就无属于基督。没有耶稣的灵，没有耶稣祈求、恳求天父上帝赐下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基督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属基督，所以因为咱有主的灵，甲咱同在，咱真做上帝的子。所以基督徒，咱的心中就是爱有圣神，爱有上帝的灵伫咱的心中。所以咱用圣神伫咱的内面，咱会当真做上帝的子。
咱有上帝灵所引带，嘛透过安尼，互咱的心内当成做基督徒。所以咱甲边仔人讲，耶稣是咱性命的主，耶稣是咱性命。所以因为有基督的灵，也是讲圣神伫咱的内面，咱成做基督徒。咱若无互圣神引带，咱就无法度享受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讲，咱若是属肉体的人，就是咱靠着咱的情欲的生活，以家己做中心，敢若为家己来活。所以因为安尼，咱会过着骄傲、贪心、污秽，所以最后是灭亡，无法度得到永生。所以今仔日经节第8章第8章第5节到第6节，就甲咱讲，因为照肉体意向是属肉体的事，照神的意向是神的事。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神的意向是活，佮有平安。所以当圣神，当咱伫咱的内面，当咱的心思cùng我上帝，cùng我耶稣，咱才有得到平安，咱才会得到平安。所以，如果咱的意向若是靠着咱的肉体来活，安尼咱就是无照上帝的欢喜。所以基督徒是爱用灵来引导咱的思想，来思想灵的事，安尼才有性命，才有平安。今日咱做伙三角来分享，来调整咱人生的意向。第一，意向，咱的心内心思，你心内想法，会决定你生命的方向，会决定你生命的方向。所以箴言23章第7节讲，因为伊的心安尼想，伊的做人嘛是安尼。所以咱的做人甲咱的想法是相反的。所以上帝的思想若甲人的想法无相反，安尼咱人来调整。所以咱爱学习努力，将咱的想法甲上帝来混合合一。所以咱的生活要拄着上帝。所以咱的思想爱调整伫上帝的思想的内面，安尼才有平安，才袂惊摇带去。所以当咱若调整的时，你拄着挫折，你也有即个灵来改变，互咱有勇气。如果咱的思想若一直否定，一直感觉讲这无法度成就啦，无法度，安尼你就无法度来得到胜利，得到成功。所以咱的思想要有否定变成一个肯定。所以人生的命运就是按照你的思想、你的意向来行。所以你的心若安尼想，你的做人嘛是安尼。华语说：“你的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所以咱的思想甲伊的格调、甲伊的人格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嘛决定着咱的命运。所以咱现在的思考、思想会影响着咱未来的命运。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想讲我是高雅的人，咱就会当成做高雅的人。如果你若讲我是足卑贱的人，有可能你就是足卑贱。你若是有肯定性的思考，安尼你就会当努力，会当得到胜利的快乐。你若充满否定，伊可能就伫咧失败的阴影的内面。对教育就会当看会出来，咱若甲囡仔较侪鼓励，伊就会成长，就会往正向来行。你若定定来甲伊讲囡仔。你若家己否定你无法度啦，你安尼伊就哪有自卑甲自卑啊？所以这个囡仔有自信，也是自卑，就伫细汉，伫大人的鼓励，渐渐形塑伊的人格甲伊的个性，这是有真大的关系。所以咱侪爱甲细囝鼓励。后一个主力。是咱的主日学的主日，就是咱的教育主日。因为疫情的影响，咱即个月才开始恢复囡仔的聚会，所以咱个小朋友可能无伫咱的中间，只有主日学的老师做伙三角来甲咱做伙服侍。总是咱嘛求上帝帮助咱的细囝，所以思想咱亲像种子共款。
种子若伫你的心内，伫你的思想布院，有行动的院，了会定你习惯，这根就真做习惯，了就会生出品行品格的基，了会结出啥物人格的果子，了会受命运的果实。所以这是有连带关系对人的心内伊所想的事。所以《加拉太书》第6章第8节《加拉太书》6章8节嘛，甲咱讲就讲，为着家己的肉体野的要对肉体来修成败坏，若是对圣神所野的，要对圣神来修成永活。这就是肉体甲圣神无相款的所在。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体贴肉体，就是甲上帝对敌，就是死亡。体贴圣神，才会当来修生命甲平安。所以信耶稣的人爱伫人格顶面来得到变化，伫思想、伫思考顶面来变化。那为着肉体野的，是体贴肉体的事，为圣神所野。所以咱爱思考灵的事，人若种什么，就会收到什么；思考什么，就会决定伊的命运。所以咱伫咱的思想的内面，咱爱弃杀不义不义的想法，甲咱不义的想法，甲伊献杀。所以咱必须爱心中爱怀着基督心的信徒，咱有基督心，真正有基督的心啦，所以有一条话讲，要以什么？基督的心什么为心？要用基督的心做咱的心，悔改。咱知影，咱做基督徒人常常悔改认罪，所以悔改伫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你爱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方向，改变你人生的意向，改变你的想法。拄仔讲这个意向，就是你心内一种的想法、一种的思想、一种的思考。所以若无改变你的思想，就无法度伫不义的顶面来改换这个方向。亲像你若开车开毋着路，你爱紧转弯，也是紧洗头，无你会伫遐找无路。所以魔鬼嘛是透过咱的想法进入咱的心内，出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耶稣的12个学生其中的一个。伫食暗顿的时，圣经讲魔鬼的心已经入出卖耶稣的犹大，西门的囝加利人的心，所以伊背叛耶稣，出卖耶稣，嘛照上帝计划，耶稣互人交伫犹太人的身上。但是后来犹大伊反悔啊，伊将30两银甲迄伫圣殿，然后伊就想袂开，伊就讲求主怜悯我，赦免我。彼得嘛捌3届无认主，但是彼得毋是歹人。伊虽然3届好认耶稣，但是伊的心犹原爱耶稣，所以伊好认了耶稣了，伊走出去哭，大声哭讲：主啊，怜悯我，我承认我的罪。彼得又了解耶稣。可是耶稣过活了后，嘛有将伊过活的信息甲彼得讲，所以彼得后来伫圣神降临了后，伊就爱起来带领遮其他的徒弟耶稣的徒弟、耶稣的学生起来传福音。第二，咱毋通互魔鬼撒旦留地步。咱知影讲即句伫以弗所书4章26节到27节讲，互恁生气。着毋通犯罪，有激受气，毋通到日落，也毋通互魔鬼有芳贪入，毋通互魔鬼有芳贪入，就是毋通互魔鬼留地步。因为所有的罪拢是对歹的念头来开始，所以歹的念头会对生出罪，罪会带出死亡。以弗所书第4章26节到27节所甲咱讲，咱毋通犯罪，互魔鬼有芳贪入，
做一时的生气毋通持久，因为今日安那，这歹念头、生气的念头进入咱的心内，伊则怀胎变做一个变做一个囡仔伫咱的身躯，啊，这身躯了就安那生出无好的物件，所以人若贪心，伊就去偷摕；人若歹念头，伊可能就去杀人。所以咱即个囡仔爱教育，是爱教育，真的手机不要玩太多，手游即种物件拢是虚幻、虚拟，敢有真正讲你这边的人拢知影吼，这边人做步兵啦吼，拢有人拢手中军人拢有一支步枪对无？步枪要发挥伊的作用，要有啥物件？要有子弹、枪支嘛，枪支要有弹夹嘛，对无？分互你的枪支都嘛是几十万尔，哪有可能大免钱的、大免惊的？咱手机是一个虚拟嘛，所以我看囡仔拢生甲安尼拢大免钱的，杀人杀免惊的，即种的游戏会进入囡仔的思想的内面。过去即个伫捷运杀人的案件，检察受到即种的影响，所以咱也是尽量教导囡仔，适当适量就好，凡事都有益处啦，但是也要不是都有益处，但是也要有节制啦，要有节制，爱节制。所以箴言4章30讲要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君王，伊是活命的君王。愿上帝帮助咱无人生出来就是良善的人，嘛无人生出来伊就是歹的人，拢是伫即个生活、生命、成长的过程咧改变、咧改换。所以人伊的思想若是善，伊就会成做善人；如果伊若是邪恶的思想，伫伊的心内会变成邪恶的人。所以即摆影响囡仔上界大的可能就是真方便得到即个手机、手机也是媒体、网络遮的物件，遮的物件。捌有人讲即摆囡仔即摆囡仔呢，拢毋知人生的意义甲目标，也毋知影讲到底即个世间有偌大，也是讲即个世间敢有人比伊佫较辛苦的人，伊可能毋知。就过来做迷乱安尼过去有一间教讲，恁遮囡仔讲安尼好来，组织起来，带去佗？带去泰国北平宣教，地宣2礼拜。2礼拜了，开始安那？开始抄、读圣经、祈祷，然后出去传福音。看到迄囡仔，泰国北边，迄是足偏僻、足山内，会当讲是比咱台湾的山顶佫较深山内面。无电火，也是无电器的所在，也是上便所佫爱出去外口，寒到要暗时若要起来放尿，佫去外口上便所。迄毋是便所是啥？茅坑，种落拢佫会看到你的蚵仔。伫迄种所在2礼拜生活了，转来大家就精壮起来。捌有教会安尼见者，讲即个囡仔安尼就甲恁讲，牧师来带你们去。宣教，大家欢喜甲，听日即摆我嘛烦恼啊，讲去遐会安怎袂？安怎袂？转来了2礼拜，大家拢精壮起来，就讲遐佫有囡仔安尼，要读册，无册通读，莫讲要读册，足侪物件对因来讲，那个都是很奢侈啊，很奢侈。其实即摆还佫有遮个所在，无说捌去缅甸，缅甸真正毋是缅甸呢。迄个所在叫缅甸毋是缅甸的，是真正无电，是真正无电。迄礼拜到一半，砰跳电，就发动机就开始放啊，就看到迄外口足侪所在拢有发电机，因为安因常常无电，电拢无够。路毋是点加路，拖沙路，佫有牛车，佫有马车，佫有驴仔车，侪侪囡仔安那，囡仔咱无爱上课，因为囡仔爱做事。囡仔做事，做事了后，
遐来上课，有诶无来，去对农忙囡仔拢减一半。咱是疫情人减一半，因是农忙上课囡仔减一半，等等遮。嘛有真好学的囡仔，譬如讲缅甸人，因就想讲我来学一下中文，以后会当去做生意，也是讲去中国的公司做生意，就做有向学心，就来学中文。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的思想，就是会决定咱的命运。所以咱伫第一爱第一上帝第一顶面的事，哥罗西书3章第1节到第2节，有甲咱讲就讲，所以你若捌甲基督同过我，就着求伫顶面的事。基督伫遐坐伫上帝的大屏，着第一顶面的事，毋通第一地上的事。着第一伫顶面的事，毋通第一地上的事。所以咱爱第一甲上帝过我的事，第一过我的事，第一伫基督的事。所以咱的想法是啥物？咱的事，咱定在想啥物的事？如果咱若是拢定在咧想地上的事，你敢有可能会想顶面的事？如果咱若是讨厌人、怨恨、贪念，安尼这拢是属地上的事。如果咱若是想属灵顶面的事，安尼才是属伫基督。所以咱若骄傲的时，咱来想着耶稣的谦卑，亲像一只驴仔入城。咱若是送向骄傲悲伤的时，咱来想着讲耶稣嘛常常无枕头通困的所在。人子有没有？人子连枕头都没有，不要说睡觉的地方。咱伫苦难的时，哇，我足艰苦的。咱想着伫耶稣伫十字架顶替咱受的苦痛。咱若互咱的朋友背叛的时，咱嘛去想着讲，耶稣嘛互伊家己的学生出卖，互犹太出卖。所以耶稣伫最后晚餐是非常非常伤心佮痛苦，伤心佮痛苦。向冤枉的时，咱嘛爱笑念耶稣。迄彼拉多伫甲伊审问，所以咱咧常常笑念咱的大祭司耶稣，所以咱的性命就会当讲有侪的苦难痛痛，其实耶稣受的可能是比咱较侪。咱亲像司提反，人用石头甲伊钉死的时，伊有愿笑念耶稣基督一样，伊就得要死啊，伊就互牵石头啊。以后阁想着耶稣，所以第二意向决定你幸福，你的幸福。所以幸福甲无幸福，伫咱的心内所造成。什么人是地上上界幸福的？什么人是上界无幸福的？有当时咱想着讲，那个住在豪宅里面的人都好幸福。我家住豪宅，没有啦，牧师馆也不大，也不会很小啦，所以讲，恁兜我家住豪宅，我都真想着讲，迄人住大间厝开好车，穿好的衫，安尼这就是幸福吗？有了伫即种环境的人，伊嘛咧哀怨呢，伊嘛咧自叹呢，想袂开呢，敢毋是？所以人生的幸福甲无幸福嘛，是你的心内。所以咱若感觉讲心内充满幸福思想的人，安尼伊就是幸福。所以幸福的人爱穿着幸福的思想的衫，这个衫只有耶稣才会互咱。所以幸福甲无幸福嘛是在伫咱会安怎去想。如果咱若用不满甲怨叹的生活来活，伫你的生活内面，佮安怎付出，都拢无够用，都拢无够。所以伫伊的生活佮咱富裕，我着足富裕啊！你佮定定伫遐埋怨。所以当咱甲上帝当作是咱的天父，将咱的厝甲当作是天堂一样，咱将咱家己当作是上帝囝，安尼上帝较信上帝甲咱保护，安尼有安尼思想的人，而且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所调的人。所以恁兜是毋是天堂？是毋是？你甲边人讲，恁兜就是天堂。
就是嘛，所以当然爱讲天堂欢喜的话，吼爱欢喜喜乐，安尼厝内人才会感受带来改变。所以咱爱凡事感谢而乐，吼，安尼你的幸福，这幸福就离你真近啊。所以咱用感谢来代替这个埋怨，为着幸福，爱用感谢代替你的埋怨，安尼你会改变成做幸福，用感谢带来心中的喜乐。箴言17章20讲，喜乐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吼，互骨孤单。喜乐的心才是好药。咱若讲人间世间有仙丹妙药，对不对？电视台你若转开台，我足侪台拢咧卖药啊，吼，拢有当时讲到一半广告时间开始卖药啊，吼，讲这偌好用，拄偌好用，吼，会食了会安怎吼？会通筋骨，还是安怎？世间其实上介好的好药，就是你欢喜的心。所以咱甲边人讲，爱有欢喜的心，爱有欢喜的心，才会互你的身体勇健。所以心中的忧伤嘛是对你的思想来，属灵的思想才是平安，属肉体的思想就是烦恼、担心、忧虑。所以肉体思想会带来不幸，属灵的思想才会当互人幸福。魔鬼嘛是互人心烦恼，烦恼的心嘛会当互人得到感情，安尼真恐怖。还佫有一种病，咱即摆现代人嘛毋是感情，就是啥物货？忧郁症，忧郁症就是咱常常想过去不如意，生气、怨愤、绝望，安尼才会得到忧郁症吼。所以讲，咱脱离过去上好的方法，毋通阁想着过去失望、失败的事。所以咱爱甲边仔人讲吼，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爱算上帝过去互咱的祝福，来献上感谢。后个月咱会过感恩节，嘛是爱思考今年上帝所甲咱引带行过的日子。虽然对去年到今年，哇，拄着侪的变动，特别是伫疫情，这疫情的内面，愿上帝帮助咱，嘛透过疫情，互咱有思考的事，有反省的事。上帝嘛透过疫情咧调整即个世间的处事，也是人的计划，拢有可能。所以咱嘛爱去想讲，即个疫情对咱渐渐会过去，因为后礼拜即礼拜佫有重大的宣布啦，2礼拜调整一解，希望这是最后的解禁啦，慢慢啦，唱歌毋免佫戴口罩啊，翕相暂时翕相嘛毋免吼，你出外运动嘛毋免吼，也无会翕死啊，已经翕东外吼，愿上帝帮助咱吼。第二，咱爱用感谢来代替埋怨吼，用感谢代替埋怨。第二，咱来祈求耶稣赏赐互咱的平安。约翰福音14章27节讲：我用平安留地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伫互恁，毋是亲像世间伫互人的款，恁的心无伫逼迫，也无伫惊吓。你的心无伫忧愁啦，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无亲像世间人所想的。上帝耶稣所赏赐互咱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咱的心灵爱常常有平安，来充满咱的内心。咱的意向会决定你人生的胜败。常常咱有当时将失败关键撒互就是环境造成的啦，就是父母造成的啦，就是安那埋怨东埋怨西。但是所有的代志，有可能是咱伫咱的意向，就决定咱方向，就决定咱即个你要得胜，还是要失败。所以属灵的思想会帮助咱有一个创造性的人生。圣神会将咱的想法改做成做肯定性。所以咱爱人生要有一个创造性，创造性。帮助咱过着胜利的人生。有当时咱感觉讲，这个人哪会遮成功？其实
少的差别啊定，因为有个人伊的思想讲，我一定做会到，吼，咱有即种肯定的意念。罗马书8章第7节，吼，因为肉体意向是对得上帝，因为伊无合乎上帝的律法，也袂为幸福，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肉体的意向是对得上帝，无幸福上帝的律法。愿上帝帮助咱，伫咱的透过圣神思考属灵的事，带着咱有愿望，互咱有气力甲能力，互咱嘛有勇气。嘛，互咱有智慧，所以圣神帮助咱有过活的力，互咱拄着困难的时，会当赢过，会当赢过遮的挑战。所以耶稣无论拄着什么人，拢互伊活起来。啊，拄着破病的人，互伊医好；拄着心内悲薄的人，互伊得到喜乐；拄着罪人，互伊变做义人。即个撒该。嘛有拄着无用的人，即个无路的人安那，诚做伊的学生，吼，诚做伊的学生。所以耶稣嘛，互死人活起来，互失志的人得到愿望，得到希望。愿上帝帮助咱，各位兄弟姊妹，嘛，互咱的生命中间讲，咱是会使，咱是会当做事工的人，咱是会当做事奉的人。有一个家庭，一个真有钱的太太。吼，因为真有钱，但是厝里常常一寡问题，伫遐冤家忧虑，伊嘛爱食安眠药，吼，爱吃安眠药，伊才会困。伊厝里有请一个菲律宾的外佣，即摆讲移动劳工啦，吼，所以对外国来，即个即个玛利亚吼，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有信上帝，真开朗，逐工唱诗歌。嘛真平安，看到伊的主人逐工过着无平安的日子。有一天，伊的主人啉酒醉倒来就看伊这玛利亚讲，你定定伫阮兜，咧做工课，帮我摒扫，做遮工课，你哪会过甲遮平安、遮快乐？这玛利亚讲，我来到世间的时，无带着什么物件来，离开的时阵嘛相款，我有通食，有通穿，我就有够养。所以我无论住草厝，我嘛是感觉我住伫风宫内面，因为我有耶稣，吼，有主耶稣的所在就是天堂，吼，因为信主有主耶稣的所在就是天堂。这主人伊听伊的佣人吼讲话，伊煞规人困袂去我活到现在，我是为着什么来活？我逐工遮无闲，趁钱，过着遮舒适的生活。我趁着只有烦恼，只有担心、忧虑那定。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如果你的心若要满足你的私欲，佮全世界你嘛抵袂了。所以咱若将世界烦恼抵伫咱的心内，就是忧虑、担心，咱嘛是无法度。所以咱只有交托，将做事来交托。愿圣神赏赐咱平安，保护咱的意向。互咱顺服基督，互咱的意向甲耶稣同款。只有安尼，咱的命运才会当成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大家，互咱的意念，互咱的意向，拢有耶稣基督的心意。咱做伙来思考，你的意向是安怎要来跟对耶稣？你伫你的生命、幸福、成败意向，要安怎借着你的信仰？来转变，愿咱所信的耶稣，咱所信的上帝，帮助咱的生命，行往正确的人生，过活的这种的意向，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愿上帝，你是阮互阮人生所的想法，阮的意向，阮的生命得到翻转，得到改变。愿上帝帮助阮。互过我的意向，成做阮属灵的气力，互阮看见圣神伫阮的生命来做工。愿上帝你帮助，互阮无搁顺趁阮的私欲肉体，是靠着圣神来转换改变阮的人生。
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的进度甲勉励。咱三个来引回应诗，信诗第603首，上帝做咱安全要塞，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奉献，咱三个以感谢的心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来接献。
请大家来读今仔的经句，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第6节，伫信息后面下面。咱我咧思维哦，一死，神的意向是活搁平安，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神的意向是活搁平安。罗马人书第8章第6节。咱只是来关心教会的事。今仔日有第一摆来教会下日子袂无？吼，咱大家关心来倒吼。来，我来分享消息吼。本会信地综合院申请的学生聚会是出席率到2/3以上，到本日收件查址。第二，11月初7下主日联合礼拜9点，本会圣礼典主日，大家请备办生出席主的圣餐。第三，11月初7下主日举行11月份圣行会，受请芙蓉姊、金龙执事、郑中兄、正义姐妹、芳玲姐妹。然后绕教的请干事提出见证。第四，11月初7下主日礼拜后吊柜小会，下晡1点半吊柜定期中集会，中集同工请备办生，请家己准备互会手册。第五，11月份主日礼拜11月初7圣礼典主日学堂，甲本会儿童主日学事工主日。第二，11月142堂礼拜，11月21感恩礼拜学堂。第四，11月28 2堂礼拜，学堂联合礼拜是伫早起9点，请华语堂的兄弟姊妹特别注意一下。第六，教会各单位请调开同工会议，规划明年度2022年事工计划预算。准备2022年事工报告，进行资料收集，伫12月26日前交件，互小会审查2022年事工预算，甲会员互会手册编写作业进行。第七，11月初2台北中会第3摆会议伫大稻埕教会召开，2位牧师、小真长老代表教会出席。第八，11月初5。复兴牧师参加台北中会乡里培训研习会。第九，每礼拜三暗时8点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修完教会免处代祷。第十，每礼拜四上午10点乡里乐龄读经班，欢迎乡里团契甲新来的慕道友踊跃参加。团契消息：第一，乡里团契伫11月11日。礼拜四要到新地南寮渔港香山湿地鱼饼观光工场报名已经满啊！迄日上午6点50，伫泸州区公所集合17点准时出发，费用包括道中园3顿甲保险甲车资。第二，当心团契11月13拜六苗栗红螺赏菊一日游报名已经满啊！迄日上午6点50。泸州区公所集合7点准时出发。另外补充报告，当新团契定伫12月初5礼拜日中昼12点，伫古厝餐厅举行年终感恩聚餐，欢迎当新团契会友报名参加，会员免收费。报名请文珍弟兄来报名。基地相通。意志弟兄的福音CD 请慕道友来真送慕道友，请做这是做传福音的工具第二，疫苗的接种有不良的反应兄弟姊妹恳求主来医治，早日恢复。咱也请为玉金姐妹秋月姐妹、慧珠姐妹、郭祖明长老、锦霞姐妹、方月姐妹婆婆甲月香姐妹。苏贞长老妈妈、甲彩凤姐妹儿子、冠吉弟兄的家人、国祥长老还有牧师妈的化疗甲电疗来，咱为咱的肢体来关心甲代祷。以上，咱即时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接受咱防疫政策会搁较松绑。聚会人数
接煞的拢无迄个上限啦，无迄个人数的限制。欢迎伫线上兄弟当陆陆续续吼，会当讲差不多拢会使转来礼拜，对后主日开始，嘛是一个新的开始吼。愿上帝施恩帮助，咱所有的聚会拢已经恢复。透过疫苗的接种率哪来哪悬，咱的生活会一步一步恢复过去的生活。最后的关卡就是咱的国境国门的开放这是较重大的关键。有可能伫明年唔知什么时阵，有可能上早啦上早。伫年底可能大家还阁无即个心理的准备都是咱伫新闻有看到讲有的国家已经封真久嘛，拢已经有开放包括澳洲澳洲。所以以后的生活模式有可能就是与病毒共存啦。这日当时会来，就是国门开放的时候所以咱就是要嘛有这个准备心愿上帝帮助咱。咱嘛爱保持咱目前即摆生活防疫的模式防疫的模式。愿上帝施恩帮助咱祝福大家感谢牧师的报告。咱来上银，大家来上银信息来395首，信息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大家起立吟全首，因此煞请无倒足倒。至圣天父，阮感谢你，求你引带。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可畏，那地水清，愿你所要我命亲你，伫我心内。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被上帝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未倒闭会。